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0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辉达昨公布第三季营收570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6成，嘛带动今仔台股一开盘就去超过900点。中华官员临界45岁查甫驾驶，亲像是食毒赛车，弄死64岁桥倒摆民众又搁逃走，昨互警方领到以上8班。总统赖清德早起参加Google伫台北树林办公室的启用典礼，这是 Google 在美国总部以外上大的 AI 中心，有超过40个国家的人才。来看辉达昨公布第三季营收570亿美金，是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6成，嘛比市场预期搁较好。第四季的营运嘛正达到期待，辉达的股价嘛起5%，台积电的 ADR 嘛起2.6%，今仔嘛带动台股一开盘就起超过900点。AI 类股今仔日台积电的带动是反弹，包括台达电、鸿海甲半导体设备等股票拢大起哦。台积电盘中是起65块，起到1460块，收盘是收伫1455块。台股今仔早盘是起超过900点哦，收盘是起846点，嘛是史上起第2济。今仔收盘是收伫27426点。来看美国 AI 晶片厂辉达昨公布上新的财报哦，表现是拢比市场预期搁较好，营收甲利润哦嘛拢搁再创新高，嘛带动美国科技股搁再大起。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嘛强调讲，全球各地拢会去 AI 工厂，所以需求是正旺。美国总统川普嘛又搁讲到辉达甲因的台湾朋友伫美国起晶片厂，嘛强调讲甲台湾合作会当来扩大美国晶片的产能。在美国华府举行的比赛投资论坛，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讲台，讲到 AI 新一轮投资热潮，回答上证财报阁拍败华尔街预期，提出了中心甲 AI 复合器出货强力带动之下，第三季营收570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成长62%，也看同整体科技股走势。黄仁勋伫会场将回答形容做全球 AI 基础建设的核心供应商。We worked together to get this company started and off the ground, and just got an incredible customer with Elon. Could you imagine a startup company, approximately $0 billion in revenues, now going to build a data center for Elon? 500 megawatts is gigantic. This company is off the charts right away. 除了有中东资金加持，黄仁勋最近连续到台湾，强调无台积电就无回答。川普伫刚进入论坛致辞时，特别讲到回答甲台湾朋友，伫美国起晶片厂表示要放任高科技人才签，互台湾工程师先到美国带头教学，了后搁将技术交予美国本土劳工，互外界看出是对台湾半导体关系上新背书。Jensen, I don't think you can open up a big plant with your friend from Taiwan where we're going to have 40 or 50% of the computer chip business at I don't think you can do that with people that don't even know what a chip looks like. Do you agree with that? 不过，就伫回答财报，搁一摆互人学落的时阵 ，AI 是毋是过热？估计是毋是提早反应，也是华尔街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指出，回答有真大现金甲技术优势，对起来有关是带头者。不过，长期来看，若产业为大型有见无形，转向其他 AI 个股，回答也要继续创新战维持领先。NVIDIA are in somewhat a better position than others because they're sitting on a huge pile of cash. I would say the bigger risk is to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taken on a lot of debt, new companies like CoreWeave that rent out GPUs. 面对 AI 引擎甲追破化纪录之间，黄仁勋提出新一代布莱克威晶片，抢攻全球云端甲企业订单。川普将 AI 晶片甲高阶制造看作是美国甲中国、欧洲竞争的关键战略产业。为扫地 AI 做了中心到美国本土晶片工厂，佮台湾的晶片供应链，未来几个月回答财报，恐惊也继续牵动全球资本市场前景。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来看 Google 台湾的新办公室伫台北树林成立，总统赖清德今仔嘛出席开幕典礼哦。这嘛是 Google 美国总部以外上大的 AI 中心哦。AI 团队的人才是来自全球超过40个国家，计共有10个个实验室哦，佮有电源验证的实验室，有电力回收的系统，加出来的电会当佮传转去台电的电网，拢袂浪费。
这也是 Google 位在台湾的新办公室，也是美国总部以外最大的 AI 基础建设硬体研发中心。整个 logo 设计不止镶入主机板，还有环山概念，呼应台湾地形。Google 台湾新办公室就伫台北市树林区，唔来当直接看到阳明山的山景，国外研回答北树科新总部，附近还有电子第5代营业达做厝边，整个办公室加实验室，还有台湾出名的景点，像讲龟山岛来号名，搁较有台湾的特色。伫 AI 基础建设这个硬体研发中心。原来有设电源验证实验室，验证每一个代切物。浪费了电就会变成废热，它会产生热，那你还必须用额外的空调来降温。那这个回收的意思是说，我多余的电没有用到的电，我可以回收，再回馈给台电的电网。不过 ，Google 选伫树林区新办公室，每个月成租价嘛真惊人。伫办公室的使用是以影像做概念，无论电源还是水资源的使用，拢毋茫会当尽量减少。对于这阵啊市场真关心 AI 敢会排斥的问题 ，Google 原来有做回应。You know, we have data centers, we have our own chip development and chip design activities, we design our own systems, we have our own software. And we're working closely with clients and supplier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if you look at Google and how we're positioned, we believe we're strongly positioned for this AI activity and the things that will follow on. 出席开幕典礼，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全球人工智慧的流行，2024年台湾会当创造超过15条新代表的产值，50万个人工智慧职业机会，同时建立3个国际级的人工智慧实验室，让台湾成做全球人工智慧创新的重要一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湾头一个家己制造卫星的星系好位8号，按说明仔载要伫美国发射。今仔台北科技大学嘛成立B5G 低轨道卫星人才甲技术培育基地，副总统萧美琴嘛参加开幕典礼哦，嘛望讲咱台湾会当发展太空产业。太空产业促世代通信人才培育，北科大 B5G 低轨卫星关键通信模组产业人才甲技术培育基地揭牌。副总统萧美琴希望后一代青年，袂阁只是抬头看星空，会当加入太空产业。把梦想变成专业，那透过这个基地，打造一个属于台湾太空科技以及发展的国家队。B5G 的后一代通信技术，会当透过低轨卫星提供更较紧、甲更较低延迟的全球通信服务。那宽带4颗位的海南独联通信，都会当维持台湾通信运行。太空科技是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领域啊。然后目前全球的太空科技的这个产业快速的发展。北科大表示，已经甲国家太空中心规划3大特色未核定，打造低轨卫星通信人才培育体系，3年累计培育约2000人次。应用产业需求，学校建立卫星射频机器、通信信号甲低空轨道地面接收站3大实作场域。电子学院每一个系，其实我们的专业都有足够的知识可以来做这些系统，但系统的整合那个才是关键。以通讯来讲的话，其实目前看起来也是很缺人的，就是以至少现在的环境来讲的话，至少我们看起来是蛮多业界的人其实是正在一直在找人的。教育部经费支持，1亿2300万，北科大串联附近大学合作，也甲企业合作，透过系统化养成，为台湾太空产业发展注入未中断的人才动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美国的联邦众议院，阁有参议院拢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爱研究来解除台美交往限制哦，针对外交佮军事等官员活动来放零限制，说来阁会交予总统川普来签署开始实施。咱国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嘛表示讲，会继续深化台美交流佮合作，特别是伫安全佮经济方面。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研究解除台美交往的限制，亲像目前外交、军事等等官员活动的红线。因为这个法案5月已经伫咧众议院通过，出来总统川普签署了后，就当生效。在既有的基础上，来深化台美的交流跟合作，特别是在安全、经济、科技跟文化各方面。
川普第一任期，迄当阵的国务卿蓬佩奥就捌废除所有对台湾联络的准则。迄当阵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湾访问，正做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访问台湾层级上悬的官员。拜登上任了后恢复这个准则，毋过嘛有放令台美交流。2023年，迄当阵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甲外交部长吴钊燮都去 AIT 华盛顿总部，甲美国官员见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代志关系日本存亡的言论，互中国丢卡当地。中国阁提出暂停进口日本的海产，加日本施压。针对这点，林佳龙讲，中国用经济威胁别个国家的案例实际甲讲袂了。台湾应该伫咧关键的时刻支持日本。请我们国人啊，多去日本旅游，然后多购买日本的产品。那来表示我们台日的友好。高市早苗首相，因为他的印太战略或他的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安保有事，这个是持续性的，也不是中共单方面可以无限上纲的啦。美国国会报告警示，中国持续提高拍台湾的能力，可能会为例行性的演习，向转变做实际入侵。林佳龙讲，台湾会甲中国防卫做好，甲友邦共同来应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的船舰卡手无够，海委会拍算要修法，增派警力上船舰。海委会主委管批的嘛表示讲，这个修法甲两岸情势紧张是无关系，只是讲有新的船需要卡手。另外，针对中国渔船伫海上夺火化救命，海巡是伫南随着去斗拍火，15个中国船员是拢平安。管批的嘛强调讲，救人是基本的领导。暗暝暝的海面出现真大的火光，海巡署新德南15伫咧执行巡河任务的时阵，接到眼前这只中国籍渔船伫台北港西北方28海里化救，第一时间海巡人员嘛随赶到现场拍火，够成功协助15个中国船员安全脱离。两岸对峙的部分，我们知道，心里恨得牙痒痒，不应该这样子不断的消耗我们的量能。人道救援的部分，你要我不去救，我也做不到。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讲，海上安全是非欢喜非欢喜，不过对中国的侵扰嘛是同款严厉谴责。有立委认为，所有运用海洋资源的设备甲人力欠缺统筹规范，这个海上的交通安全的法则无够完善。大家都很习惯，我们要有交通安全规则。那海上呢？现在我国的法规里面，对于我发现它的违常滞留是有罚则的吗？草案送在大院，就是海缆七法。是啊，海缆七法就有非常有效而强力管制的措施，我们就可以要求你要移动到特定的地方。对中国一直侵扰，海巡勤务嘛愈来愈吃力。根据审计部报告指出，海巡军事人力的扩员为2020年底47人，到2024年10月底扩大到867人，而且将近90成舰艇实际人力拢无达到配置基准。海委会正正嘛修订舰队分数编制表底的法规，加派警力上舰。给了你们海委会预算。也给了职缺，可是为什么人还是补不齐？到年底，我们的缺额会降到792人。然后，国防部因为会给我们400个义务役，但它是逐步的拨补。新船一直造好，所以这个一定要修。那以我们的舰长来讲的话，他如果愿意到船上，然后来担任舰长，责任又重，然后他也会失去警职的身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不合理的部分呢，来做一个好的调整。是不是因应两岸紧张情势？管碧玲讲，修编制表是因为演过制度和真侪当人牺牲，像讲警职甲文职待遇无共，因为警职有无共款的加级，搁再声明这甲情势升温无牵连。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中华园林伫拜二下晡有一台轿车弄死一个单车红顶桥倒的民众哦，这台轿车弄到人，毋但无停落来，佮直接驶走。警方昨伫下晡抓到人，嘛发现讲这个驾驶亲像是有食毒驶车，嘛已经甲伊移送法办。民众骑机车当咧等青红灯，后壁白色的轿车动都无动，直接甲机车甲人弄甲倒翘翘，但是弄到人，驾驶竟然佮直接驶走。附近车行听到声音，赶紧出来斗相共。我那时候坐在这边吃午餐咯，车就人交过，一直冲，我就冲出去要警车牌都看无。后来我就看到报警啦。
这站车祸发生伫拜二下晡，关林市新义街甲万乐路的路口，计共造成3位民众受伤，其中1位姓高的民众轰弄倒了后，搁互逃走的肇事轿车交过，伤势严重，送医治疗嘛是救无倒来。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伫拜三下晡抓到这位赛车69年厝姓陈的查甫人，初步调查伫发生车祸进前，因仔亲像有食毒。员林分局员警于昨19日下午3点10分，循线在员林市三角路一段拦查一辆自小客车，弃获涉案的陈姓男子。到案，车内另有陈姓友人2名。经了解，陈姓等3人都有吸食毒品的情事。警方表示，顺线查车抓到人的时，车顶阁有嫌犯的2位朋友，伫车顶嘛有抄到毒品。经过了解，3个人拢有咧食毒。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过失杀人、过失伤害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中市警方追查4个月，抓到一个电信诈骗集团因透过网络招民众办市内电话甲网络，甲境外诈骗的电话信号转做市话来敲电话诈骗。另外，台中嘛，阁有民众伫抖音顶头交朋友，阁讲要汇钱予对方，加这是有互银行甲警察阻止。原警伫胜利主嫌台中北屯的徛街外口卖货，趁嫌犯要出门时阵，赶紧抓人。中对了啊。对啊。中人是对了。诈欺。对，好，走了。你做系统的意思。警方伫内底发现大批电脑主机甲相关设备，胜利嫌犯甲另外一个姓郑的嫌犯伫网络放广告，欠一个民众申办市会或者是网络，佮甲新北一间智慧电信业者合作，将汇境外来诈骗电话透过家己设立机房，加做一般的市会显示，利用非法维护系统对民众来诈骗。招募国内的民众申办市话、网路以及安装这个 IPPB Box 的设备，并由2类电信业者提供线路。那李贤呢，再用 BOS 3000建构地下化物的系统，提供境外诈骗的机房呢，将讯号落地，伪装成本国的市话来诈骗民众。警方8月开始发动失败搜查，清查出73个人头市会，最近4个月发回量度高达40万通，被害者将近300个，财损金额超过3亿。警方抓到19人，其中姓李甲姓郑的嫌犯，被依照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甲组织犯罪条例，目前被法院羁押禁见当中。其中有人透过抖音跨国乱害，结果是诈骗，差点汇钱给对方。对方以寄送美元返台定居为由，要求代缴税金12万余元。民警检视其通讯内容后，发现多数不合理，立即劝赎其汇款。警方17接到邮局通报，发现姓洪的惠林人手机通话记录，内容是简体字。惠林人表示，甲对方是透过抖音来交谈，对方请汇钱大部分美金，行员发现有问题，通知警方。警方提醒，对方若是讲到转销汇钱，或者是使用小号这事故，拢提高警觉，才袂被骗。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北港朝天宫乌面山马展开10天的南渡巡礼，今仔是9代南幕，这嘛是乌面山马伫1916年让109档，佮再来到府城，有真侪民众拢去拜拜求平安。沿路落车鼓声闹猜猜，来看老街伫车路的民众嘛徛几排，拢是为着来看云林北港朝天宫乌面山马的风采。这回庙方罗南沿鼓声路对11月15起价绕境，展开南渡巡礼连续10天，对嘉义关沿台南山线南巡，20进入市区，上千的民众来到老街兼向妈祖祈求平安。保庇啊，就平安啦。为全家平安，啊，就报一个自己好药，啊，就全家平安安尼尔啦。咱袂晓负啥，刚好今天放假，就来带阿妈来，所以我就欢喜的啊。安怎讲？因为看到妈祖就欢喜，就感动的。因为这个旧历捌当过，后来北港朝天宫甲台南大天后宫两边圣徒拼世界历史连结吹转来，这回大规模巡礼。主要是乌面山马性格担任主巡，对1916年后让109档头改乐府城，嘛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嘛对旧城区延伸到整个大台南17个行政区，活化古都乡路的现代意义。从来不出门的，只有在北港而已。但是早期沿河都有记载在清朝是在因为山马的来湖城，因为我们把
北港嘛非常自卑除了惊到故乡路了后，嘛会惊到拄即个天然灾害较严重的即个区域啦吼，来互咱的即个灾民吼，来互因感觉讲心灵上得到安慰安尼吼。庙方因路嘛发香火袋啊，另外嘛有侪人伫庙埕等妈祖乱叫，要到位的时，但要软脚骹。北港朝天宫落南，毋但是宗教圣事，更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朝天宫董事长讲，今年南部受到经济风雨的损害，因希望透过南巡，毋望透过妈祖的保庇，祈求国泰平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人讲鹦鹉离抢三面咯，头名就是乌仔鱼。嘉义县的东石乡有渔民伫外海掠到一只3.3公斤重的野生的乌仔。渔民伊讲会当伫这个季节掠到大只乌仔，实在是一件真好运的代志。渔民使渔船甲掠到鱼仔的网仔救起来了后，意外掠到一尾的丁乌，其中阁有一尾超过一个人手的长度。重量有3.3公斤，听讲当中有人出海掠到野生的丁乌，嘛成真侪人赶要来买这种罕见鱼啊。台北几乡行开始就拢有啊，伊到2-3个的时阵拢上大尾，一尾10几公斤的，阮遮咧掠啊。它稀少是一部分，它数量少是一部分，主要是它真的好吃啊。越大只越贵，如果5-6公斤以上一只都算万块，然后10几公斤的现在也很贵。运登在市场的这尾丁乌，用1公斤1,500的价销，最后予人用超过5000块来买回去。餐厅业者就表示，人讲鹦鹉二抢三变，这当中的鹦鹉就是讲这种当贵上贵的丁乌鱼。像这个季节来就是丁乌最棒的，伊个季节这丁乌咧食，肉种幼稚足香的，伊个口感咧食起来不一样。渔民表示，东北季风的时阵是丁乌较会活动的季节，即个掠到3.3公斤，无算介大。较早伊阁捌掠过13公斤，即马海的鱼仔也袂大尾，都拢已经互掠去。要阁会当掠到遮大尾的丁乌，除了爱看天气，阁需要真侪运气。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昨暗南韩一只载267人的渡船伫长山岛近海靠打，甲载有人拢平安。这只渡船是搁掉伫海里，也毋过目前应该是无冰船的风险。受伤人被赶出来，船顶所有人拢顺利得救。19半暝的渡轮航程内底，常常飙出一声真大的龙声音，数百乘客惊醒，搁引起惊吓。큰 소리가 엄청 크게 마치 그 차량이 폭파한 것처럼 네, 그런 소리가 들렸었어요. 汉阳警察厅马上出动巡逻舰艇去现场，佮将船顶人员转送到附近码头。官员表示，这只26000吨级渡轮真努比亚风休之后，目前卡伫大桥顶端无法度刷天灯，暂时无点起冰船的危险。这事故发生伫19暗时，渡轮为济州岛出发了后，山向港口都市幕府伫挖近长山岛近海一个无人小岛附近靠打，有数十人受轻伤。 죽을 수도 있겠다는 생각은 했어요. 네, 너무 큰 소리라서 이게 뭔가 큰 사고가 났겠구나. 근데 세월호 때 워낙 많이 봐가지고 이럴 때는 침착하게 밖으로 이동하고 구명조끼를 입고 대기해야 된다. 이걸 알고 있었어요. 근데 많은 사람들이 다 그렇게 행동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当局表示，要伫晚后时阵将船拖登去海顶，这事故发生的地点，我近2014年4月号沉船事故海域，迄时阵300多个校外教学学生不幸罹难。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 有国际媒体指出，讲美国甲罗西亚等个参详结束乌克兰战争新的和平方案。有风声讲，美国的高层嘛已经到乌克兰，今仔来讨论安怎来收煞战争哦。伫土耳其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回国之前表示，望讲透过土耳其甲罗西亚外交的管道，找出停战的办法。 美国军方高层一群人19已经伫基辅甲乌克兰国防部长斯密哈尔会面讨论历史性防务协议的落实甲军事合作。陆军部长德里斯科有计20伫基辅甲为土耳其回国的总统泽伦斯基会面。This is the highest level Pentagon visit we've seen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Trump's second term to Ukraine. 根据报道，美国甲罗西亚可能已经私下拟定新的和平计划，内容要求基辅让出部分领土甲武器，参大大缩减乌克兰武装部队规模等重大让步。也毋过，华府甲莫斯科拢无正式证实相关消息。The Americans possibly working with some folks from Moscow on what they say is a peace plan that's been developed jointly by Moscow and some of the more
Ukraine skeptic interlocutors in D.C. So this is a key moment to I would say get the Ukrainians on side to see where there are points of agreement and to allow the Ukrainians to possibly even push back on this plan as well. 迄日较早，乌克兰官员表示，陆军对乌克兰西部城市特诺皮尔发动飞弹甲无人机攻击，造成26死93人受伤。人也伫通讯机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伫甲通讯机总统阿尔多安对会了后表示，未来的依托通讯机外交手腕甲莫斯科的能力，找出止战的方法。Сподіваємось, до кінця року ми відновити обміни. Туреччина нам в цьому дуже допомагає. Хочу вам особисто за це подякувати. 新闻网站 Axios 18引用秘鲁官员个报道，川普政府一直甲罗西亚有秘密协商，顶个月伫迈阿密讨论一份28点的战争终结规范，部分内容有参考川普推动的加沙停火协议战争终结规范，除了涉及俄乌停火，也会包括美罗关系恢复甲欧洲安全议题。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俄乌战争正式登陆，过去罗西亚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互民众赶人无烧气通用，日子是真歹过。乌克兰的民众就改用传统的烘炉，赶人交路，摒扫烟筒讲的师傅即马案件是接袂离。专业的炉灶甲烟筒清理所秦姆科伫乌克兰西部上大的都市利维夫这间餐厅详细检查烟筒，确保通风。伊用手机将真的通道翕相，详细看倒有问题。虽然家己有点惊悬，必要时阵也是爬到厝顶找出它的原因。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造成当天一直停电真寒。绿色炉灶的使用需求是增加，烟筒的清洁维修服务也可以这个手软。Ну, наплив роботи самої дуже великий, піднявся попит. Багато спеціалістів позабрали воювати, або вони самостійно пішли воювати. Ну, в мене взагалі династія по пічній справі і взагалі в цілому по димарям. Батько в мене був пічник, дід був пічник, і я навчився і вдосконалюю цю професію, цю роботу. 目前，全乌克兰差不多50个专业的烟筒清理师，大家拢照叮当来应应当天的需求。虽然现代化家属也就是电烧器慢慢取代老式炉灶，真正库存依然保留安尼设备。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进入第4个当天，罗西亚一直出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想要因贯穿乌克兰中部的电力薄荷，将乌克兰电网分割拍断。互东部战火之海都市无法度为西方的核能电厂摕到电力，互乌暗甲寒扰乱民生士气，对基辅当局施加压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呼吁加强对罗西亚能源的制裁，互因失去5万霸道的基础，才有动机结束这场战争。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湾逐档有超过81粒的鸡卵，有超过70%拢是饲伫笼仔内底的卵鸡。过来有4间大卖场是捌宣示讲，因会减少卖这款鸡卵，也毋过调查嘛发现讲，嘛是有超过80%拢是这款的鸡卵。动保团体嘛要求企业应该爱重视动物的福利，嘛希望政府会当落实属完美的政策。台湾当年有超过81粒的鸡卵，所有超过70%拢是饲伫笼仔内底的鸡。环境恶真钱，笼仔内底就是鸡屎含鸡卵，利用杀虫剂含抗生素来管理。动保团体表示，这款养殖的方式对鸡母的健康和福利真无好，鸡卵嘛有可能会有药的残留，发生亲像之前分剖年鸡卵的事件，也影响民众的健康。格子笼下面又都是成年的鸡粪，所以鸡粪上面都有很多蚊蝇滋生，那最后就会到母鸡的身上去，所以它养到受不了的时候，它会生不了蛋。那为了避免不要让它生不了蛋，农民就开始拿芬普尼、拿各式各样的农药，就喷在禽舍里面，甚至往鸡的身上撒。有动保团体讲，台湾有4间企业不算是会减少卖这款用笼仔饲鸡所生的鸡卵。不过，其实这4间当中，也有部分企业超过80%拢是卖这款鸡卵。兵团要求企业应该重视动物的福利和食品的安全，减少买这款笼仔饲鸡的鸡卵比例。另外，伊嘛提醒消费者，若是要避免去买到，一旦看鸡卵顶悬的标示，买好是死的鸡卵，就是用笼仔饲的。
它有喷印、有溯源，就可以追到是哪一个牧场。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只有要求洗选蛋、盒装蛋才需要喷印。最重要的还是在政策上面鼓励农民转型，不要再用鸽子笼，不要再用笼养。动保团体呼吁政府除了爱予鸡农资金的补助和技术的支援，帮助因转型，嘛应该全面推行所关闭的政策，才通予消费者知影，因所食的鸡卵是啥款成长的环境。有选择的机会，若是出问题，嘛有通像即届分普尼鸡卵，是追踪到源头，避免食安的问题搁再发生。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今仔是国际儿童人权日，有立委甲技术团体开记者会，指出讲有84派父母会伫网络来分享囡仔的相片，这恐惊会侵害到囡仔的隐私，因呼吁政府守法来保护儿少的影像甲个资。看囡仔各水，真侪父母就想要甲相片也是影片传去社群媒体，毋过这着要注意啊！这个行为可能互囡仔各自流出去，有民间团体就提起讲，这有可能致使讲亲像囡仔的名，伊伫咧倒位读册、生活习惯，伫咧网络顶拢查有可能就会变做诈骗集团的目标。家长过度晒娃的行为，或者是有时候这个学校办活动那把这些活动的影片、照片都放在网络上面、云端上面供大家下载分享。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有哪些人就有机会来观看这些儿少的影像。根据家扶基金会调查，即摆有84%的父母会伫咧网络顶分享囡仔的相片，当中有21%是汤巴摕，这拢对囡仔造成隐私的伤害。尤其是台湾的政府，即摆对低影音的演算法拢无强制规范，会主动推送色情、暴力甚至是诈骗的影片。民团就惊愈细汉的囡仔愈交互演算法牵咧行，无了解网络引起心理健康的风险。儿盟做过一个社会实验我们就申请一个账号，设定他的人设呢是13岁的青少女，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社群平台就推播了一些，譬如说铅笔腿啦、自杀自残的这些风险11月20就是国际儿童人权日，立委民团站出来要求政府爱参考美国、英国，用法治来要求平台调整演算法，另外嘛爱修法、强化离校法和个资法，规范父母爱维护囡仔的安全，打造更较好的数位环境。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顶礼拜，立法院三读通过供电三法，伫特定地区甲特定规模的供电开发案，就需要宽屏审查。部分环保团体是真肯定也毋过伊嘛指出讲，亲像室内型气电共生场毋免宽屏，这是真严重的空碰佫有伫海埔会当来开发供电，这伊嘛无法度接受。规个山坪路甲平树啊草的装设大面积的供电，各用大树河山供电开发案，引起破坏水土保持的疑虑。顶礼拜供电三法修法通过，未来山坡地10000瓦也是5公顷以上爱宽屏。当地环团表达这是万来正义。他对于在地社区、在地居民关于选址不当的开发，也是一种迟来的正义。毋过，针对室内型气电共生供电开发，中华环保联盟认为，目前欠缺公民参与，无宽屏，嘛毋免宽赦检核。这个修法阁无补强，变做漏棚。佫指出，有示范场佫回囤真侪营建废弃物，所以呼吁这漏棚爱赶紧补起来。这个漏洞应该要赶快补起来，不然台湾就会开始出现更多这种假养殖、增种电还增回填废弃物的这样的假余电共生厂。对这代志，环境部是讲，若是现有的室内影视场加装供电棒，就当做触点型的供电开发，本来就免宽屏。不过，若是新设的都无共。它是既有的建物上面去加设太阳光电板，本来就是排除在我们环评的认定标准里头。本来不是余温，它去新设一个余温，我们另外有针对余温的设置，也有另外的规范，需要环评。另外，款团嘛对靠老堡生态丰富、保护海岸等真侪种功能，煞无列做供电禁建区，感觉失望。同时，佫一支即届武法企图国家公园需要宽屏，嘛是漏棚。环保司是讲，伫靠老堡的敏感区的开发也是需要宽屏。另外，国家公园署表态，国家公园袂使开发供电，若是真正要开发，必须先得到许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热人宜兰的安农溪拢有真侪游客去过酒，今年中佫发生渡水死亡的意外。地方嘛真不满讲行李拢互业者勾接。乡公所嘛望讲县政府会当来定驻地条例，授权予乡公所来负责安农溪过酒的管理甲经营。
游客体验7个过程，欢呼声定伫宜兰的热天响起。安农溪过程目前有2间业者经营，县政府管理，也毋过相关管理无制度化。今年6月，搁较发现游客毒水死亡的意外，县政府为着保障游客安全，委托汉阳大学评估最近公告宜兰县安农溪过程顶追求游客活动限制甲活动注意事项。泛舟的范围是从下湖桥一直到张公维公园，这个部分我们容许业者代客从事泛舟活动。根据公告安全规定，经营安农溪过程的2间业者，每10只过程爱配置1只动力救生艇，每只过程艇加救生艇爱配置1名合格的救生员。规项河段也爱配置警戒人员，个人从事最小游客活动，只会当伫长光会公园、水尾河段，违者依法定观光条例规范。安农溪泛舟，和1间2间的业者督办，县政府鞭长莫及。也毋过地方认为，过程登记后2间业者督办，无收费用，县政府管袂到，这是管理退步的原因，所以希望将管理经营权交予乡公所，乡长也认为。安农溪由乡公所维护，也毋过经营过程是县政府主责，县政府决定明年议会定期会进行订定自治条例，将过程经营权授权予公所。由地方来维护结果今年给县政府经，现在县政府根本都不在地方有任何的维护啊。像租金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就会跟你们收钱啊，这样子。对啊。也毋过，个人业者所烦恼，个人经营权交予公所了后，一定会互收费，影响到生活，也是希望继续由县政府经营。乡公所表示，摕到经营权了后，会继续甲业者协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月世界附近有一个粪扫山，发现讲是台南的业者去偷盗的。昨午餐寮又搁发现讲又搁互偷盗粪扫咯。检查嘛发现讲嘛是台南的粪扫，应该是同一个集团来拼的。检方嘛已经查到高雄甲台南3间公司，搁有1间地行，嘛传唤被告来说明哦。这嫌犯嘛拢已经互羁押禁见咯。怪手将粪扫业就车高雄田寮高41线道山坡地，19半暝传出被偷盗大量的粪扫，差不多5公尺深。环保局找机构甲清洁人员规暝清照13车处。民众他经过可能就是跟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都已经启动那个里长、里民。全民在一起来一个帮忙我们寻找。较困难啦，迄个遐外所在，你我都去个了3个半暝，你该倒你嘛唔知啊。29偷渡地点粪扫已经清还，暗过收藏1万具零散的粪扫。经过环保局破地检查，发现粪扫甲17烟灶偷渡和共款是为台南来，可能是同一集团做的。后代检查发现残源是台南的垃圾，那研判为同一犯罪集团所为。环保局已主动立即调派人力积聚漏液来清理。那今日在上午再加派人力进行检视。因此，外世界2个山坡地17只野出后，台南清分业者偷盗大量家用粪扫，不到1礼拜，就发现走去离4.1公里的一个田寮山坡地偷渡，3个粪扫超过数百吨。高雄市府甲检方顺线已经锁定相关涉案的人员。检方跟警方都已经掌握特定的犯罪对象，一个都跑不掉。检方19、20日台南高雄搜查涉案的3间公司甲1间地行，有提传唤线索嫌犯等真侪名被告，查扣重型拖车顶。经过检方审问了后，认定线索嫌犯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向犯人申请加禁见核准，搁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第7档前发现有琉璃虾，佮生吞了真紧哦，即马嘛吞到新竹县咯。伫科附近的宝山乡嘛有，农业部是请专家来教民众安怎防治。密密的狗虾，互人看了感觉真恐怖。大新竹地区7年前开始出现琉璃虾，狗虾四界蛇，连邻家厝嘛有狗虾入侵，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啦，像无论是树啦，或是我们水果啦，尤其丝瓜，整个都是那个琉璃，整个在铺一层的。宝山乡有10个村，那目前沦陷的区域已经沦陷到6个村了哦。宝山乡的面积有65平方公里，几乎我们大概2/3的区域已经有
出现流离蚁的大肆泛滥的状况。希望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那我们也能够确实的防止流离蚁的更加的一个泛滥。专家指出，流离虾是台湾本土的品种，由于探种速度紧，常常会造成农业损失，影响民众的生活品质。希望透过示范来提升防治能力。油熊流离有5个罩门，第一个罩门就是怕阳光直射，第二个罩门就是怕雨水的冲刷，第3个罩门就是它怕粉状物第4个罩门是怕胶状物。所以我们在居家周围撒一些的国际上很推荐防治蚂蚁的就是细藻土。另外第5个罩门就是怕油状物不管在农地可以用矿物油、植物油，就像苦楝油；居家可以用椰子油的清洁剂。专家提醒民众，平常时一定要把食的物件收好，垃圾桶嘛要盖挂，来阻挡流离虾食物来源。若是发现狗虾出现，就要赶紧按照专家指示的方法来加强防治，以免灾情扩大。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国立屏东大学民生校区新的太阳能防护球场已经启用了。屏东大学是强调讲，即马学校有8成的用电拢是用太阳能发电的。校长阁讲会继续打拼，要成做一个无碳的校园。国立屏东大学民生校区太阳能防护球场19正式启用。这座球场大约4层楼高，有3座篮球场、3座排球场和5座的 tennis 球场，而且有全国大专校园上大的光电设备，装置有1322千瓦。期估一年会使发电158万度，等于减少748栋碳排放。球场唔但会当发电，嘛让学生运动更加舒适。给学生一个很好的那个运动空间，因为刚好在宿舍旁边，觉得它遮蔽的效果其实不错。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新生，我也刚来这边，所以我来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新盖好的球场，我也觉得很不错。屏东大学对2019年开始推动光电结合运动设施，头尾完成滨商、滨私和民生3个校区的防护球场建设。民生校区是目前规模上大的一座，3个校区光电设备加起来，目前绿电已经占全校用电的8成。屏东大学校长表示，未来的目标是要做到100%的绿能。我们在屏东大学已经达到了这个80%的一个绿能的用电，全部的这个投资加总起来，已经达到了这个5300的一个装置量，表示我们对于环境保育以及绿能的推动的一个用心。那未来我们会迈向我们零碳校园的一个规划。校长表示，希望新的防护球场会使提升学校的体育环境，也吸引不少其他学校来参观。明年暗算要举办全国软式的 tennis 比赛，除了要做地方重要的运动场馆，也会当让选手做训练基地。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市交通局最近伫台南市美术馆的旅馆要设 U-Bike 2.0的站，也毋过说互发现讲使用路边原本行道树的空间，也毋过即马交通局嘛表示讲会来保留行道树的空间，改变设站的方式。台南市美术馆二馆边仔的人行道，原本应该是整几排的路树，毋过最近涂骹扫真侪所在用阿毛土空起来，原地种树仔的空间敢若剩1公尺宽。去环境志工投诉，这是无尊重生命的示范，是上歹的环境教育。站点设置不应该设置在这些绿色的空间、绿色这树木生长的空间尤其像现在在极端气候之下，这些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透水透气，然后又可以减缓城市的热岛效应。如果它已经一刚开始没有预留的话，那你后来要用的话，那我会觉得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再去处理。这个所在因为台南市交通局做公共自行车 U-Bike 2.0站点的工程去用质疑，台南市交通局回应讲，已经有邀请相关的单位会勘，目前这个站点会按规定保留种树仔的空间，袂影响树仔的生长，所来买铺连锁桩来复原，袂影响整体的景观。经过馆方的同意，而且租用闲置的这个空地来设置这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站。那对于植栽的部分，我们有保留必要的这个树穴的这个宽度，在整体上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美观。公共自行车站点的设置，原底是要减少使用私人的运具，达到责任减碳、促进观光的目的。不过，环境志工认为讲，若是为了这来牺牲树仔的生长，破坏环境，根本是代志颠倒头做。
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今年要设10个智慧的公车站哦，还有9个智慧的公车站牌。除了有时间的显示，还有上车的服务铃。将南投草屯的大观站启用了，咱做伙来看卖。民众在公车站苦苦啊等，唔知影车什么时阵会来。南投县政府拜三启用草屯大观站智慧单车亭。内底有公车到站自行看板，会显示公车当时会来。启用第一天，民众所拢还搁伫20公尺远，规车牌啊单车。不要用，我都唔知影，唔要听人讲。因为其实公车不会停在那边，因为它前面就有一站了。那它是蛮方便的，因为它可以就是按那个招手铃。南投县府讲，智慧单车亭除了有公车到站自行看板，有椅啊、遮雨甲照明设施，另外摇装坐车服务灯市流，民众只要持市流，顶啊顶悬的 LED 灯就会倒，提醒公车司机这站有人要坐车。我们候车亭里面都会有设置这个夜间照明设施，还有即时到站资讯跟服务铃。南投县府表示，明年至少会各增设28个智慧单车亭，也是站牌。也若针对目前大观站的智慧单车亭无人使用的状况，县府讲11月底进前会伫原本的车站打告示，互民众知影车牌已经刷位，也会在12月初请客运业者把原本的站牌拆掉。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台湾老人人口是愈来愈多，也毋过哦，区的买桶嘛是搁比用济较济。有立委就邀请日本的专家做伙来讨论，望讲会当来参考日本的经验来改善。台湾目前是超高龄化社会，也毋过台湾的公共便所，要是区的马桶占多数，是大人要区是真正难。但是像日本今嘛拢总是坐马桶咯。拜是有立法委员招日本的专家来召开座谈会，希望照日本的经验来改善台湾的公共便所，毋但互老大人在使用的时阵更较利便，也会当互来观光的游客对台湾有较好的印象。因为蹲式马桶它的这个抵抗力很不好，每个人都会拍巴肚了。拍巴肚一蹲式以后，炸开以后，这个环境就脏了。日本便所协会就分享讲，因伫咧转型的过程嘛有遇到困境，也透过提供马桶自助来消毒民众对坐式马桶的卫生疑虑。嘛指出坐式马桶伫咧摒扫的时阵嘛摒会较会清气。另外也有提供日本的政策规划，互台湾做参考等等。咱的交通部观光署是表示，已经有甲22个县市开会讨論，未来会規劃相關政策來落實較好的便所文化。和式が様式になった公共トイレとか駅のトイレが様式になった理由の一つは、メンテナンスしやすい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つまり紙が詰まっても、すぐ補修ができると、こう詰まりを除去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構造的にそういうことで、洋式のトイレは、排水の関係でなかなかこう詰まるとですね、対応がしにく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た。观光署自己负责的观光风景管理区啊，这块会优先来推动啊。那这件事情更是我们的门面嘛。那我们现在大概第一个是目前同时还有高龄化的这个需求的问题，所以观光署现在目前在推进所谓的厕所，就是从蹲式提升到坐式的这个部分，大概会朝向3:2逐步的去调整。另外，伫咧改善便所卫生环境的部分，政府相关单位是表示，会搁进一步来研究甲推动，希望互社会大众拢会当有搁较好的便所使用品质。记者陈新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国军这礼拜啦，伫高雄的新兵野区会开放参观哦，会有真侪精彩的表演。海军买来展示新型的无人机，之前参加花莲救灾侦察马太岸客的无人机哦，这届嘛看会到。双脚踏上茶帮，陆前机军队的队员大秀功夫，插热活动气氛。国军一年一摆野区开放，今年轮到海军主办，以及会伫高雄新平野区开始。海军官校各号各队表现精彩曲目，活动开始。陆前甲旗队接力，大秀恶魔大面庆，4人同时炮庆，也阁有真侪人同时操庆。另外，女性官兵较细粒子曲后新冠落实展现训练成果。身高比较矮，然后有些动作枪法需要有一致性，然后就是要拿得比别人高，
跟男生一样高这样。今年营区开放的一大亮点就是海军一口气展示了多款的新型无人机包括了像是在记者右手边的这台陆用型坚侦无人机就是总统赖清德在今年汉光演习亲自试导。做3种新型无人机、干进型无人机、陆用干进无人机、南战型干进无人机，已经加做海军执行进组认为得到助手。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军无人机飞手可不容易，得先完成3到5天的模拟器训练，再经历2周的训练机课程，都摸熟了之后，才能考取民航局证照。干进型无人机轻卡一人操作，用伫战场收集情报，若超出遥控范围，应家己转来。国军今年阁运用干进型无人机到这花莲救灾。今年很荣幸参与花莲县光复乡的救灾任务，运用坚侦型无人机侦查马太安溪河道及灾区现况。海军也出动 AAV7A1 扫雷车、M109 特种作战突击艇、机动飞弹车、标称飞弹等主力装备，都来强化军民交流，也向国人展现海军捍卫海峡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超过100万的台语人口嘛有说台湾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也毋过拢是地方政府来支持的。高雄市员张培阳第2回质询的时，就提出讲，望中央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来联署，市长陈其迈嘛有签名来支持。伊嘛表示讲，不管是什么语言，中央应该爱用国家的力量，提供同款的尊重甲保护。作为100万台语使用人口的城市，我们的高雄市长是不是能够支持陈宇在中央有一个台语的专责委员会？提出特别作为联署书，爱市长陈其迈针对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来表示意见。高雄市议员张培阳20质询提出，高雄这阵有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不过所有经费拢是地方教育局家己出的。那甲各中央单位支持的客语原住民实验学校比起来，那经费有差别，嘛有恶延续的风险。张培阳认为，中央必须爱成立台语专职单位来带头推动。台语是安那愈来愈少人咧用，因为伊无迄个使用环境，啥无迄个使用环境，因为伊无伫工课顶悬去用使用嘛，所以咱的台语必须爱有一个专责单位伫中央的时阵，伊会创造台语的就业人口，伊会创造台语的相关的研究，伊会创造台语相关的媒体遮的环境，咱才有法度来继续，互这个语言伫台湾去用保存。针对议员的质询，市长陈其迈是先甲联署书收起来会后才正式签名。陈其迈表示，有人讲母语点厝学就好，这是唔对的。若无语言，就无法度传承文化。每一种语言拢爱受到公平的对待甲尊重。以支持中央爱顾专职单位来推动台语文的发展。所以你支不支持中央应该要有专责单位，市长？这个我们当然希望说中央也能够以国家的这个力量，能够不管在对于各式的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语言给予同样的尊重跟保护。发展语言唔是单单是学校的代志，这嘛包括讲咱传播媒体啊、数位科技、公共服务，甚至是家庭教育所以咱这个委员会级数都要有够，才通整合跨部会的资源。互台语政策通符合咱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才有这种长期10档、20档的思考。那要求市长爱表态，张培阳强调，高雄有超过100万的台语人口，要参选高雄市长的人，拢爱提出台语的推动政策，向中央争取成立台语委员会。记者柯家祖、柯朝阳、高雄场报道。下播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了。